来，喝点水。啊，给啊，好。请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我们从葡萄城来的。啊，葡萄城离这儿还有多遠？出了玉门关，你得先穿越三沙，然后再翻过东山，你就看见葡萄城了。葡萄城离昌蒲海有200多里的路程，中间全是可怕的流沙，你必须绕过流沙地带，然后再向西北方向前进，穿过腾格里大沙漠，再沿着秋瓷河往西走，大约1000多里，才能到达秋瓷的都城啊。晚今参见总护法。天水那边来了飞鸽传书，总护法真是料事如神。恐怕燕逍遥已经过了玉门关了吧？一点不错，他单刀匹馬西行，在玉門關內一個叫將軍嶺的小鎮買了2匹駱駝。他西行的目的何在？現在還不清楚。有消息說燕逍遙已經受人所雇，要到西域去刺殺刀爺。總護法請放心，屬下立刻派人查清楚是誰雇傭了燕逍遙。還有通知達卡，看住燕逍遙，迫使他離開西域。屬下明白，屬下告退。在下大奉堂弟子，奉堂主之命前來拜見12爺。有什麼消息？有一個叫燕逍遙的江湖殺手，他已經越過玉門關而來，他的目標可能是行刺刀爺。行刺刀爺？據說此人武功極高，劉堂主希望12爺不要大意，不到萬不得已不要和他衝突。為什麼？劉堂主說要查明燕逍遙的幕後主使。有刀爺的消息嗎？還沒有。刀爺的那些侍衛呢？刀爺的那些侍衛們已經離開了秋瓷王城，正向西進入姑墨。向西進入姑墨。駕！想活命吗？想啊。那你就留下骆驼，自己滾吧。留下骆駝，那我還怎麼活命？聽說過玉門八傑嗎？沒有。那你就抬眼看看。我只看見你們3個人。3個殺你還不夠嗎？去牽他的駱駝。讓我過去如何？只怕他不答應。
杀死惡人，從此失去人生。我想用3万两黄金买一颗人头。道爷曾和小孤城的城主池千里结拜兄弟，为了夺得孤城大权，竟不顾兄弟情分，害死池千里，还将他的人头献与匈奴人。骑兵总护法，弟子有重要消息报告。阿里木，有什么消息？魔剑狱侯南天星率领40多人正向葡萄城方向进发，弟子一路从玉门关追踪而来，他们现在大约应该到達城外30里的苦班沙漠了。南天星，你下去休息吧。是。
客官来了，哎，里邊請。来。哟，客官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哎，客官来了，客官里面请，请。请问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酒。好的。客官要点什么？2斤酒。2斤酒来了。叶逍遥，我们等了你3天了。若想保住性命，马上离开西域。为什么？不要问。嘿，嘿，呀，总护法，骑兵总护法，南天星正向葡萄城方向进发。姐姐，南天星到西域来做什么？谁知道？我们还是继续说燕逍遥吧。哼，我看那个人笨头笨脑的，应该很容易对付。第一次交手，我们占了便宜。那是因为他刚进葡萄城，不了解这里的复杂情况。我们是侥幸得手。姐姐您放心吧，这一次我一定能让他消失。现在看燕逍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更重要的是那个救了他的老叫花子。我们要查出他是谁，查出他的目的是什么。姐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要知道想得到孔雀刀的人有多少，那么我们的对手就会有多少。那杀了燕逍遥，其他的人就会知道我们的厉害了。现在不能杀他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我也得提醒你，法王派我来是让我协助你的，我没有必要听你的命令。这次因陀罗计划由我直接指挥，协助我的就是我的手下。
姐千萬別生氣。只要你是為了聖教的事兒，不是因為你個人的原因，我當然會聽你的命令的。你懂就好。達卡，我們走。从护法。阿里姆，怎么了？弟子有重要的消息，要单独向你報告。說吧。我在玉門關外的一家客棧裡，偷聽到南天星和手下人的談話。他說萬金公子是……你沒聽錯吧？我聽得真真切切。你對別人講過嗎？沒有。好。是你救了我，是你救了你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刀。我的刀？因为只有你的刀才能为我報仇。我能將這麼多銀兩壓在你身上，你說我能讓你死嗎？如果你現在反悔，還來得及。我為此事煎熬了這麼多年，從沒想到過反悔。你和刀爺有什麼過節？我和刀爺仇深似海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他給我的金牌。當年我在刀爺手下聽差，有一次我外出送貨，刀爺酒後無意去了我的家。他見我的妻子美貌端莊，就起了歹心。我的妻兒就此死在他的刀下。我從此隱姓埋名，一躲就是15年。我的妻子和孩兒時常在夢中喊我，此仇不報，我永無寧日。我不久也將隨妻兒去了。大俠，你就幫幫我吧，只求讓我一家人在九泉之下得以安寧。我要把錢還給你。怎麼？你反悔了？不，
万金公子到。参见总护法。你说燕逍遥被陌路人救走，不知去向。属下该死。他为什么会救燕逍遥？你尽快查清。是。侯爷，前面就是葡萄城了。哦，那咱们今天就在这儿过夜吧。啊，今天就在此过夜了。啊，看来我们并不远。驾。这位壮士，你我能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相遇，纯属缘分。不知可否赏脸跟我共饮一杯酒啊？你就是摩天玉后南天星吧？正是本爵。敢问阁下高姓大名啊？我只是个无名小卒，侯爷不知道也罢。能够认出本爵的，绝对不是无名小卒啊！侯爷名声显赫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今天你我难得相识，就让我们一醉方休，你看如何？好酒，好酒，还要遇到知酒的人，那才有趣啊！侯爷有红颜知己，知音、知见、知酒，在下佩服。南某到现在还不知道朋友的尊姓大名，岂敢受此称赞呢？我姓燕，叫燕逍遥。燕大侠怎么有如此雅兴，独自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中赶路啊？侯爺取笑了，我也是逼於無奈。不知道燕大俠此番是尋仇啊，還是躲債呢？侯爺果然法眼如炬。敢問燕大俠的仇家是誰呀？為何惹上如此的麻煩呢？不知道侯爺了解這些紂奴嗎？哦，多少知道一些。要說他們，
還得從一把刀說起。什么刀？一把稀有的宝刀——孔雀刀。本来是天竺的一个迦毗罗卫的镇山之宝。数百年前，统治迦毗罗卫王朝的释迦族出了一位太子，他后来放弃了王位，出家修行。据说修成无上正果，得道成佛。再后来，佛陀的父親把孔雀刀送給了他。後來，信奉這個教的人組成了一個神秘的教派，就是咒奴。原來如此。啊，燕大俠孤身一人來到這西域，究竟為什麼呢？我來西域是為了做一筆生意。燕大俠也做生意？我是為了賣這把刀。哦。哎呀，這倒有趣。不知燕大俠開價多少啊？侯爺有興趣相買？如果價格合理，本爵的確有心收購。只可惜有人已經交下定金了。哎呀，那就太遺憾了。不知道買家是誰？我只問買賣，不問其他。哈哈哈哈！燕大俠果然快人快語。瑪瑙，快給燕大俠斟酒啊！多謝侯爺，我已經夠了。哎，誰不知燕大俠英雄海量，多飲幾杯無妨啊。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瑪瑙，勸燕大俠再喝幾杯才是啊。是。燕大俠，我喝3杯，你喝1杯。姑娘，你太認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燕大俠，我再敬你1杯。哈哈哈哈。东南2巷沒有發現埋伏，西北2巷也沒有發現埋伏。那他一個人在這沙漠幹什麼？不管為什麼，反正現在就他一個人，乾脆做了他。不可輕舉妄動。侯爺說，當今天下，他只忌憚2個人的武功，其中一個就是燕逍遙。去。是。為何侯爺放着洛陽的榮華富貴不下，不遠千里來這苦寒大漠？啊，我是來救一個人，就是我自己。你有沒有聽說班勇入獄的事啊？就是那定遠侯之子。有人說是我指使敦煌太守張郎誣陷班勇，致使他蒙冤入獄，所以我一定要來到西域查明真相，還我清白。照侯爺這麼說，那朝廷豈不跟江湖一樣了？啊，只比江湖更險惡。特使深夜到此，有何吩咐？燕逍遙突然來到了西域，要刺殺刀爺。東天王擔心刀爺遇到不測，會影響我們奪回孔雀刀，因此他要親自來西域，指揮你們的行動。弟子明白。
還有，東天王讓你提防身邊的人。特使的意思是，凡事要多加小心，以防不測。嗯。你不应该弹奏这把琴。为什么？一个人要成功，就应该做适合他做的事情。阁下说得好。那么我想请问阁下，你认为我做什么比较合适？你是灵山圣女，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法王特使，特来向你传达法王谕令。灵山圣女百花，叩见法王特使。你是本教的灵山圣女，这2年为弘扬圣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这次突袭飞陀商队的飞镖旗，你又立了大功。法王决定提升你为罗汉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圣教的百花罗汉了。百花叩谢法王恩典，誓死为圣教效力。本教现在处于非常时期，所以急需夺回孔雀刀，以利于圣教的安定与发展。你若能有更大的作为，法王定会传授你秘经心法，将你提升到菩薩果位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弟子明白。燕大侠，这是侯爷让我送给你的。什么意思？让你御寒用的。不用了。